现代台语版圣经撒迦利亚书第6章。我阁举头看见有4台战车对2座东山的中间出来。头一台是红马得拖，第2台乌马，第3台白马，第4台灰斑的马得拖。我就问甲我讲话的使者：先生，这个在表示甚物？使者应我讲：这个在表示天4面的风，因在侍候全地的主，呾对遐出来。乌马拖的车往北边去，白马的车缀伫后面，灰斑马往南边去。这个勇的马出去，急要行透全地。使者讲：令去全地巡逻，因就去。伊叫我甲我讲：你看，往北边去的已经伫北边，互我的心平静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将遐个流放去巴比伦倒来的赫代、多比雅甲亚大雅所献的金银，随时摕去西番雅的囝约西亚的厝，用遐个金银做礼冠，得伫约萨达的囝大祭司耶稣仔的头壳顶。对伊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：看咧，有一个称做神眼的，要对伊的本所在浮出来。伊要去做上主的殿，就是伊要去做上主的殿。伊要有王的尊荣，坐王位统治。阁会有一个祭司伫伊的宝座边，因2个人中间有和谐共识。这顶礼冠要下伫上主的殿，来纪念赫代、多比雅、亚大雅甲西番雅的囝约西亚。住伫真远的人嘛会来做伙重建上主的殿。迄时恁就会知，是上主万军的统帅找我来恁遮。恁若诚心听趁上主恁的上帝的话，这代志一定实现。